It's all about blue. Everywhere we go, lose. Feeling down we go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247 Homie 嘅 Daniel 啊。萬科發展嘅上演呢，就已經開賣咗超過5日啦。睇佢收飛嘅情況呢，都幾熱烈喎。好多朋友仔呢，就問3房點樣揀，成個上演呢，就總共有3處3房。咁呢條片我哋就會揾一間同大家睇下嘅。而我哋而家呢，就揀咗間最大嘅2座 B1， 事不宜遲，我哋立即去睇下。呢間 B1 呢係3房套連工人套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713尺，交樓標準，叫做廳房同向，有埋露台連冷氣機工作平台嘅3合1露台。望個客飯廳，唔計門口玄關嘅位置，淨係計飯廳嘅空間呢，都足足有超過150尺嘅空間。梳化牆同電視機嘅距離都足足有2.7米咁闊啊！3房嘅大單位，家庭成員可能會多啲啦。如果有小朋友嘅話呢，佢哋睇電視嘅時候視力都唔會容易變差，同埋因為個露台大咗，佢哋嗰啲單車同埋滑板車擺喺出面呢都係冇問題嘅，咁就唔會阻到室內嘅空間啦。入到嚟緊廚，可以睇到個廚房係比較大嘅，開積都做得幾好，台面嘅空間都幾闊嘅。而廚櫃嘅收納量同埋廚櫃櫃格設計會多元化啲，煮嘢食嘅時候就相當就手啦。同埋空間都夠2個人一齊煮飯同洗碗，都幾溫馨噶。睇下工人房，有冷氣機俾工人姐姐之餘，個空間都係比一般新盤嘅工人房大嘅，甚至咧係足夠擺到1張6尺嘅單人床。入面仲有個儲物室內接埋廁所，可以俾工人姐姐自己用。出入嘅時候咧都唔會阻塞到個通道位。望下客房，2間面積都係差唔多，接近50尺左右，同樣都係用咗大塊嘅玻璃，採光度同開揚感會好好多。而主人房嘅面積就接近80尺，足夠放到1張 king size 雙人床㗎。床頭嘅位置仲可以擺到床頭櫃，側邊呢都可以放到置頂衣櫃嘅。因為係屬於單邊嘅單位，所以都有個加分位嘅，就係無論客廁同埋主人房套廁都係明廁，又通風又唔潮濕，連客廁都可以有企缸可以沖涼。如果想浸浴嘅話，就可以去返主人房套廁嗰邊去浸浴啦。價錢方面就等我247 Homies 嘅 Andreas 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同大家啱啱睇完嘅呢一間2座 B1 單位喺第一張價單已經推出咗價錢嘅啦。我哋可以見到價錢係由最低層嘅2樓開始為最平嘅8022000蚊，尺價係11251蚊，同高一層嘅3樓比呢差咗21萬。咁3樓之後開始，每層嘅尺價差額呢就70至170蚊左緊，樓價差額呢就由6萬至到12萬不等啦。差額最大嘅呢其實就係2樓到3樓嘅21萬。咁睇完價錢，我哋就嚟睇下付款方式啦。付款方式咧，總共就有 A plan 至 E plan 5種 plan 嘅。咁 A plan 同 C plan 咧就係我哋最常見嘅職工同埋建期啦。咁上延收樓咧就係下年嘅7月。咁呢度咧總共有16個月嘅樓花。如果想揀職工嘅話咧，咁就要供13個月嘅樓花。咁另外發展商自己都有推出自己嘅1按同2按貸款，分別係 B plan、Dot plan 同埋 E plan。息口方面呢，就會因應你哋揀嘅 plan 唔同而有所調整嘅。咁如果真係要用到嘅話，記得用之前睇清楚啦。247 Homie 咧嚟緊咧會拍更加多樓盤嘅影片，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我哋嘅影片啦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